花莲7.2个大地震过了后，这主震搁加地动尾已经买挖500摆。今仔日中昼甲拄则2点12分的时阵，拢搁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这几天这地动尾的规模会加较大，也毋过已经渐渐缓和。即卖上重要的是爱加强监测梅山断层，因为迄搭已经有100栋无较大规模的地震，所以提醒大家一定爱加注意。 这是暗时10点半，花莲近海阁发生规模5.1的地震。所来初五透早2点外，阁有一间规模5.3的地震。除了高雄、屏东以外，全台湾拢有感觉。气象署分析，这2间地震也是属有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的地震尾。 统计为初五中昼，包含伫主要的地震甲2间规模比例较大的地震尾，以及明显有感觉小区域的地震，累计地震尾拢总已经有496届，其中以小区域的地震比较较济，判断地震尾渐渐较少，这个情况会愈来愈明确。那主震跟比较大的余震6.7还是维持在那个一样的数字，所以我们从这边来判断，目前地震是有往数量少的方向在做发展。地震中心表示，长暂的发生地震拢是一定能量的累积，当一个所在释放能量了后，压力就会变小，也无排除应力转移，可能会引起属林区的地震。学者认为，这届花莲强的地震是海华山脉下骹的热断层系统，为较早经验显示，确实有可能引起中央山脉断层系统的活动。在花东这边的地震的发生是。 大家会注意的，就是说会看有没有的会不会联动性的问题。不过就是说，事实上地震的发生很难去这个预测啦。不过就是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是。 的确是要很审慎的去应对。另外，针对气象署加强监测嘉义梅山地震，学者也分析，因为梅山断层较早有2间活动，拢是以100年做周期。当地为1906年到即马已经有100年无较大的地震，确实爱注意能量累积的状况。另外，估计伫花莲7.2的强烈地震了后，地震尾可能持续2礼拜至1个月。建议民众若是厝内厝有受损，爱赶紧补强，嘛爱注意家具的排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